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超級厲害嘅故事。你哋平時想整一件嘢，例如砌 LEGO，係咪要用手慢慢砌？或者想畫畫，都要用支筆出嚟畫，係咪？但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呢個世界仲未有飛機，未有海洋，未有公園，甚至連光都仲未有。成個世界係亂糟糟、黑麻麻嘅。上帝就係呢個時候開始咗佢嘅創造大工程。最神奇嘅係，上帝唔係用手慢慢搬磚，佢係用說話。聖經話上帝說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佢開口講咗一句，要有光，光就出現啦。上帝開口講咗10次話，就由零開始，將個世界整得豐富又美麗。上帝做嘢唔係亂咁嚟㗎，佢係一個好有規律嘅大建築師，非常有秩序。我哋一齊睇下呢6日佢點樣順序開工。前3日打好基礎。上帝先整好個環境，第1日整咗光，第2日整咗空氣，第3日整咗海、地同植物。點解要先整呢啲？因為要有地、有氧氣、有嘢食，後邊啲生物先住得舒服㗎嘛。後3日係豐富內容，地基打好，上帝就開始入伙啦。第4日整咗太陽、月亮、星星，等世界有規律。第5日整咗魚同雀仔。第6日整咗走獸同埋最特別嘅人類。第7日係安息日，上帝大功告成，佢就休息啦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秩序好重要。上帝將亂糟糟嘅局面變成有規律嘅世界，我哋生活都一樣，人際關係、社會規律都要有秩序，唔可以亂咁嚟，咁樣生活先會美好㗎。上帝用說話創造世界，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道理，說話係帶有力量嘅。雖然我哋唔係上帝，但上帝照住自己嘅形象做我哋，所以佢都俾咗我哋說話嘅大能。你試諗下，如果你見到同學整咗份手工，你同佢講：哇，你整得好靚啊！呢句說話就好似上帝創造光咁，會點亮呢位同學嘅心，令佢充滿力量。相反，如果我哋講衰嘢，講負面嘅嘢，例如你真係好蠢，我唔想你理，呢啲說話就好似拆樓機咁，會破壞人哋嘅心情，將個世界變返黑麻麻。我哋要學習跟從上帝，用說話嚟鼓勵同欣賞，建立一個正面嘅氣氛。你嘅一句讚美，其實就喺度創造緊一份快樂。創世記1章31節，上帝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為甚好。最後，大家記唔記得上帝每整好一樣嘢，佢都會做啲咩呢？聖經話，上帝會停低望下，然後話看着是好的。到咗第6日最後嗰陣，上帝回望下成個創造嘅成果，佢直情話甚好，即係超級無敵咁好。上帝對自己嘅工作好滿意，因為佢整出嚟直情係完美嘅傑作啦。小朋友，我哋要記住2件事。第一，上帝睇你哋每一個人都甚好嘅。你哋好珍貴㗎。
第二，我哋要學上帝咁，多啲去觀察同欣賞身邊美好嘅事。由今日開始，我哋一齊做個好說話小門徒啦。當你想發脾氣或者講衰嘢嗰陣，諗下上帝嘅創造，將負面變返正面，用我哋嘅口為呢個世界加多一點光，加多一點好。大家一齊努力，好唔好？我哋一齊禱告啦。親愛嘅天父，你真偉大，我哋讚美你，因為你創造天地萬物，設計咗大自然嘅規律。求你令我哋常懷感恩嘅心，享受珍惜你所創造嘅一切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